靓仔，这个时候你问我对象不会跟异性保持距离怎么办？那我跟你，我告诉你啊，靓仔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不会保持距离的人噶，只有那些不愿意为了你去保持距离的人呢，知道没有？喂，小的时候叫你去烤火，那个火那么烫，你叫他把手伸进去他会伸吗？他自己都会保持距离噶。冬天的水那么冷，叫你让他跳下去，他会跳吗？他也不会噶。为什么一到恋爱关系了、异性关系了，他就不会保持距离呢？那只有一种可能了，那不就是不愿意为了你去保持那个距离吗？手了，喂。保持异性距离很难吗？如果你们两个人是朋友的话，那就聊一些朋友该聊的天，做朋友该做的事就可以了，不搞暧昧，不搞亲密接触。如果两个人是同学，那就聊聊学习上的东西，考试上面的东西就 OK 了。两个人是同事，那就聊一下工作上的事情就可以了。难吗？一点都不难啊！难的是他没有那一颗想为了你和别人保持距离的那颗心啊，靓仔。后海分身術。